示对他们的欢迎和对他们的尊敬。现场的欢迎人员呢，也举着中老两国的国旗，迎着微风在空中挥舞，并向医疗组致以热烈的掌声。那么今天到现场迎接中国医疗专家组的有，老挝副总理宋迪、老挝卫生部部长本贡、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在东，以及老挝的各家媒体朋友们。所以说，现在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热烈。นอนนะวันนี้老挝以及一些相关部门的官员也走到了集体，准备迎接中国医疗专家组。医疗专家组的法方代表也展开了他们的欢迎口图，上面写着“热烈欢迎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老挝抗击新冠肺炎”。这个欢迎口图上用中老双语来展现了对。เป็นเหลือมือคนมือ โอ้จีนเที่ยวเดียวได้มันตลอด